丙年四旬期第5主日，彌撒讀經反省分享。早期教父聖伯達以一次謙卑的考驗為主題的講道詞。聖伯達說，按照我們通常的人類做事方式，我們都可以理解，在若望福音第8章中，主耶穌之所以願意在那些無原則的誘惑者、經師和法利賽人面前屈下身並在地上寫字，是因為透過他的這個動作而可使那班人的目光轉向別處，他可以讓他們最後會自由地離開。他預見到，由於他的回答會令他們很震驚，他們很可能會選擇盡快離開，而不會再向他提問。舉例來說，在他發表意見之前和之後，他都彎腰在地上寫字。這個事實告誡我們，在我們斥責犯罪的近人之前，以及在我們對這些人進行應有的糾正之後，我們都應該進行適當謙卑的反省，以免我們陷入我們所譴責的近人或其他任何不端行為中的同樣的事情中。例如，常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就是人們在公眾場合將殺人犯判定為有罪，但可能並未意識到，他們自己卻在暗中對某人實施的仇恨更為邪惡。指控淫亂者的人可能會忽視他們為自己的貞潔而感到的驕傲所帶來的禍害，譴責醉酒者的人可能沒有看到他們自己也被嫉妒的毒液所侵蝕。面對此類危險，我們能做的就是當看到其他的罪人時，立即俯下身子，謙卑地觀察一下自己。如果沒有天主的仁慈阻止我們跌倒，我們將會如何因自己脆弱的狀況而被擊倒？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可拯救的辦法嗎？讓我們用手指在地上寫字，也就是說，讓我們用心明辨是非地思考，我們是否可以和受祝福的約伯一起說，我堅持我的正義，決不罷休。對於以往的生活，我問心無愧。這句話記載在約伯傳第27章第6節，讓我們銘記在心。如果我們的心終身不責備我們，那麼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他知道一切的事情。